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俗语教室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俗语是这句：12月车厝比无网。车厝是咧讲网仔的囡仔童，毋过嘛会当用来形容足无定性的囡仔，亲像迄种足爱耍、足爱出去佚佗、爱爬悬爬低、手足贱的囡仔，咱就会当用这个词来形容伊。网就是会定人、数人会通拖，咱嘛会叫伊网仔。好啊，这句12月车厝比无网，其实是一句结句话。一般网仔拢是伫春天开始出现，一直到秋天开始变寒了后，网仔才会停止生卵，开始准备困冬。12月份是网仔困冬的时期，伫这段时间因未生卵，所以当然嘛袂有车厝。12月份嘛袂有车厝会比成网。所以大家就用这句结句话来形容迄种无法度变出新的物件，变来变去拢是差不多的人。因就是甲12月份的车厝共款，无法度变出物件，其实就是咧讲无出头通好变啊。Lisa， 我想要换手机啊，你感觉是 iPhone 14较好，也是 Pro 较好？你毋是才拄换13尔？无啊，已经1冬啊呢。你看我这个 X 啊，用3冬拢无换，你才用1冬尔就要换，莫浪费钱啦！而且我感觉因苹果公司着12月车厝比无网，较安怎变拢安尼尔，咱钱省落来食好料的较实在啦。好啦，安尼我要食牛排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12月车厝比无网是啥物意思，要安怎用啊？吼，大家会当伫生活当中用看卖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话，留一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，也要一起电话快快先弄安尼就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我这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